真是气死我了！这都已经过了1天了，人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！哼，这朝廷苦哈哈，各地方藩镇肥滋滋，真是荒谬之极。啊，以现在的情况看，借钱如此，即使调兵也同样调不动。朝廷的兵和钱，不是在这些有功的将军手上，就是在各地藩镇的手上，皇上能控制的有限。知道5代为什么更迭迅速，就是因为钱权兵都不在皇上手里。不在皇上手里？哎，会不会他早就回来了，只是不愿意借钱给我们，就躲着不见我们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还在这等什么呢？哎，不，那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亲自去探一探，怎么样？这10万民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既没皇上的手谕，也没说明干什么，借给他，那岂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啊？要不，明天打发他们走？等等，让我再想想，会不会是最近蜀国进贡少了？皇上变了个花样来讹诈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又不能不给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石守信还算是跟我们有交情的节度使，跟他借钱都这么难，哼，想跟别人借呀，问都不要问了。唉，这不是石守信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体制问题。从后唐李存勖时代到现在，都已经形成惯例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个毒瘤。我大宋要想长治久安，就必须把这个毒瘤彻底去掉，把兵、钱、权全都掌握在朝廷的手里。如果要想把这3样东西都抓在手里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：杀。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！要不然，没有人会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。走吧，石守信迟迟不肯露面，我们还是到其他地方去试试。不，我一定要见他一面。走。哎，2位大人，下官失礼了。石将军，你可回来了啊！我都听上司说了，既然是朝廷急用，那就没有不借的道理。走，请2位大人跟下官去拿银子。哎，等等，石将军啊，怎么这回不要皇上背书了？你也不问问我们要钱何用啊？我与2位，我们共同辅佐皇上登基，我们有深厚的袍泽之情，下官怎能不相信2位呢？不过，2位大人也知道，下官这个人为人一向讲究诚信，所以2位在借据上写几日还，下官就相信你们几日还。哎，他怎么？哎，这要擦干净，擦干净一些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别磨磨蹭蹭的。哎，你快点，放在那儿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落水，落水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好，大师。这是周宗7天法会的安排，你把它拿去交给周夫人。好。你又可以见到相国的小千金啦。我对你不错吧？这么好的差事给你了。谢谢。诵经刚经，梁皇宝忏，放生，斋僧。哎，国后娘娘斋僧安排在最后1天吗？对，是这样的。大师体谅娘娘有身孕，怕娘娘过于劳累。如果娘娘累了，那斋僧的活动就可以取消了。
那怎么行呢？这是娘娘为了感谢大师们的辛苦，她要亲自上山采月桃叶包粽子呢。还有啊，这也是娘娘对佛菩萨、对师父们的虔诚之心，也是对相国的一份孝心，不可以取消。是。那就这样吧，请转告大师，到了那天我会准时到的。是，在下告辞了。红日已高3丈头，金炉此地天相守。红巾地虽不周，佳人无点金钗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夫人啊，找你商量法会的事儿呢。哎呀，你跳的什么舞啊？怎么到现在才来呀？这是姐夫写给姐姐的词，所以我要练。什么姐夫姐姐的，要叫国主叫娘娘，这是礼貌。哎，还有啊，这是人家夫妻恩爱的情词，是国主写给你姐姐，属于他个人专有的。你不要抢了他的词，要唱啊，唱别的。哪有那么小气的？我只不过是羡慕姐姐。姐姐嫁了全天下最好的男人，有情有才又有地位，哪有比他更有福气的了？哎呀，你呀，听娘的话，学得稳重一点，不要那么孩子气。将来啊，也会像你姐姐那样找到一个好的归宿。要我死死板板的，我可做不到。你这样啊，没有哪个男人敢要你的。娘，娘，那我就不嫁人了，那我就陪着你。好，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娘娘要亲手做一道菜斋僧，这是从未有过的惯例，也是对菩萨、对僧人们的尊敬。这是我们周家莫大的福分。到了斋僧那天，你要帮帮娘娘啊！我知道了。国主，歇歇吧，点心来了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看看朕这幅画画的怎么样？哎呦，这画画的好，画的好啊！好啊，好在哪儿？好在，哎，朕说你呀你呀，跟了朕这么久，怎么没有半点长进啊？不是的，国主，小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那你告诉朕，你看到这幅石榴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馋，看了就想吃，很想一口咬下去。娥皇，娘娘，是国主画的秀色可餐，所以奴才看了都嘴馋。晴儿倒觉得呀，看到这石榴，晴儿就想到了娘娘。娘娘现在有喜运，日后一定是多子多孙多福气了。哎呀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还是晴儿聪明，晴儿讲的多好啊！得了你们，我的肚子哪有那么厉害，哪能像石榴那样生那么多子啊？石榴开百子，最少晴儿她能看到朕所要表现的喜气、繁荣和富庶。朕开心的，除了娘娘有喜之外，还有现在天下一片安详乐利，百业峥嵘。对呀，国主，您这么一说啊，小的就明白了。这石榴的百子就象征着百业呀。也能那么说。韩熙载告诉朕，现在的金陵从钱塘的36行扩展到了360行。真的呀？现在有这么多行业在发展啊？是啊。现在百业兴旺，一切都在蓬勃发展之中，朝廷会越来越强。连朕最担心的新钱也已经发行了。将来朕还会陆续推行新政，让百姓日子过得更好。住！住！大人，一路辛苦了。哎，大人，我一接到您要来的消息啊，马上就租了这个房子，这里闹中取静，非常的方便。嘿嘿，大人，上次我向皇上借的那点本钱，
不知道皇上答应了多少。打开。大人，皇上借我这么多。江正，这钱不是皇上借你的，而是我跟赵普大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弄来的。江正，你要记住了，这次是我们欺瞒着皇上，而且受了节度使大人的侮辱，好不容易才把这些钱弄到手里的。哦，对了，赵普大人要我转告你，这笔钱得来不易，不仅系着我二人对朝廷的一片忠心，而且还系着我二人的性命。所以江正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这笔钱你务必要加倍奉还。是，如果你搞砸了，我和赵普二人的脑袋也就砸了。大人，小的承蒙二位大人看得起，不要说加倍奉还，我一定要3倍、4倍的奉还。您相信我，这次赚了钱，我分文不取，一定全数缴回朝廷。我说到做到。哼，好，来，快请起。哎，江正啊，皇上一直说你是个有眼光、脑筋转得快的人，不错，说的没错，要好好干了。这一次，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全仰仗你了。只要你成功了，你的功劳就要比那些辅佐皇上黄袍加身的将军、节度使的功劳还要大。从今以后，你、我、赵普，我们3个人，就是皇上跟前最掏心、最紧密的人。大人，您这么器重我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有一颗心。这就够了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江正，我把10万民的钱给了你，也等于交出了我的一颗心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带来的那几个手下，他们个个都很机灵，可以留给你，帮你出一些建议。走前，赵普交代过，这一次的铜钱炒作，不要太过张扬，也不要太贪心，见好就收吧。哎，是，这我知道。怎么样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啊？这2天啊，我要帮前宰相周宗做法事，就是国后周阿皇的父亲。等我办完这事儿，我就开始。你是说，国后会参加法会？对啊。大人，别想了，这儿还有一道名菜等着您的。名菜？哼，只不过是李煜的晋鸾而已。嗯，没错，就是晋鸾，就是晋元帝司马睿最爱吃的那个圈子肉。哎，在猪脖子这块，哎，是小的特意为您准备的。我说什么，你说什么呀？大人，您可别看不起眼。这晋鸾每头猪只出6两，而且肉是在肥油里，料理时要切开肥油才能取得，所以又称黄金6两肉。嘿，来，您尝尝，肥瘦恰当，酥脆可口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
尝尝这个。哎，来，哇，哎呦，好久没有喝到这个豆腐汤了。这些菜呀，都是娘盯着他们做的，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，尝尝看，怎么样啊？和宫里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是啊，一吃到这些美味，女儿就想起从前在家的时候。姐姐，宫里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啊？全都是大御厨，他们可都是手艺最好的了。哎呀，宫里是宫里，这家里是家里。人家说了，这宫里的山珍海味呀，也比不上老家的咸菜萝卜、土青野味儿。是啊，佳敏，宫里和家里的味道当然不一样了。这么好吃的饭，今天我可要多吃点了。娘，我可想您了。娘也想你。虽然你贵为国后，娘替你高兴。可是自从搬回润州老家后，要见你一面，可真不容易啊。这回为你爹做法会，娘还要到庙里念佛108天，让你爹的法会功德圆满。娘暂时还不会回到老家去，这样啊，咱们娘俩还可以常常见面呢。国主已经下令了，要娘和佳敏中秋节一起进宫赏月。真的，国主他邀请我们了。你听到没有？姐夫他邀请我们进宫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进宫了。又忘了要叫国主。我们可以进宫了，我们可以进宫了。娘，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？姐姐，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？看你这孩子。姐姐，当初姐夫是不是写了很多情诗给你啊？他是一个多情又有才华的人，他写的每一首诗词都是那么的文情并茂。姐姐，怀孕是不是很辛苦啊？辛苦？不，姐姐倒觉得怀孕是一种幸福。这个孩子是我和你姐夫爱情的结晶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延续。啊！哎呀，他又踢我了。来，哎呀，他真的在动哎。姐姐，我明白了，爱一个人就是要为他生一个小宝宝，对吗？看来我们家的佳敏啊，真是长大了。姐。姐姐，放这里面啊。来，娘娘，我们采了不少了，您休息一下吧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去喝点茶吧。走。姐姐，小心点儿。看来怀了孕就是不一样，唉，很容易就累了。她怀孕了。姐姐，你要多吃一点月桃粽，听说这样啊对胎儿好。真的呀？那我就多吃点了。什么人？有刺客，快过去看看。是。抓刺客，快，快！哦，大师，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这经过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快追！是，快，快！等着我。哎呀，大师啊，你不是说山上连蛇鼠虫蚁都清掉了吗？怎么还有人闯进去啊？贫僧疏忽，防护不周，罪该万死，请娘娘赐罪。好了好了，大师，快起来吧。娘，护驾也不是大师的责任，你就不要怪他了。那个人被抓到了吗？还是逃掉了。我想那个人他也没有恶意，只是来看看热闹而已，大家不用太担心了。阿弥陀佛。
你以前好像见过国后，我看你。哼，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不过，这周家姐妹都是美女啊。哼，要不是我大哥当年没钱没地位，怎么也轮不到李煜来娶她。您是说？算了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亲自带着大军，我将把这里收了。大人，您看这大江江面这么宽，这大军要过江谈何容易啊？笑话！唐朝廷以为靠大江就是天险吗？江正，我告诉你，历史上中原几次统一天下，大军不都是过了江把这收了吗？是，这倒是。哎呀，若水，你干什么去呀？若水，哎，你交的什么朋友啊？哎，偷窥娘娘姐妹不知检点，还大放厥词要灭唐。这种人根本不该放他走，应该把他交给禁卫军。哎呀，你不懂啊，不懂的是你。你这个人自私、贪财、作怪，这些我都可以忍受的。可是你连是非、黑白、敌友都不分，你这个人就有问题。他是北朝宋人，他是要灭唐啊！哎呀，他讲他的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说若水，你到底是替国后抱不平，还是替小美人抱不平啊？我是为了大唐，我是为了正义。哎，得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么爱国，刚才他胡说八道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讲话呀？我这么做是因为尊重你们呢。谁知道他什么来头？我是怕砸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哎，说得好，没错，他就是有来头，他是你赵大哥的亲戚。赵大哥，哎，我也是看你赵大哥的面子才帮他的，懂吗？这个人呐，在大宋有权有势，得罪不起呀。而且他有钱，我还得靠他做生意呢。哎，你还要做什么生意啊？你现在已经是大师了，庙里香火鼎盛，你生活没有问题，你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哎，我来江南到底为了什么？我是为咬娘来的啊！我可不想一辈子都当和尚。我告诉你啊，人生活在这个世上，求的就是生活享受。我们两个人无亲无靠，在这里上无片瓦，下无横产，这一辈子不动动脑筋，靠什么翻身啊？难道你还要回去打鱼啊？一辈子住在船屋里啊？好让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、你的子子孙孙都像你一样大鱼？你不是叫我用功读书，考取功名翻身吗？万一你考不中呢？我是北方人，北朝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朝代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我都弄不清我是哪国人，我应该效忠谁？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有衣食无忧的日子过，生活在哪个朝哪个国不都一样？你说你是江南唐人，可是听说你祖父也是从北方搬到江南来的，不是吗？你也不是真正的江南人，所以呢，不管是北朝宋还是南朝唐，哪里生活好你就到哪里去。如果你在南朝唐混不下去，可以到北方去，反正都是汉人，四海一家亲。哼，死脑筋！来。不行，我包的真难看。哎呀，外表好不好看没关系，最主要啊是心意。哎呀，烫还没好呢。姐姐，我来帮你吧。我自己来吧。你看看月桃粽熟了没有？哦。哎，碧珠啊，你把这个先拿过去。这月桃粽可真是香啊！来，给。多谢娘娘，多谢夫人赐斋。阿弥陀佛。
谢了。大师啊，请。哎呀，月桃粽来了，来，趁热吃吧。娘娘啊，小姐，谢谢。大师，您先尝尝。月桃粽真鲜了，多谢娘娘。还请大师将先父的慈悲传出去。是。富翁的朋友盖了一栋3层楼的房子。有一天，富翁爬上了第3层楼，看到周围的风景很不错，他就对自己的工人说，也要盖一栋房子，不过他不要第1层和第2层，只要第3层，因为在第3层上才能看到最好的风景。没有1层、2层，如何到得了第3层呢？阿弥陀佛，学佛也是这个道理，没有初步，哪能进阶？大师说法故事有趣，浅显易懂，希望大师有空能去宫里说法。多谢国后娘娘，不过贫僧最近很忙，暂时没有时间去宫里。没关系，等大师有空的时候吧。是。娘娘，阿弥陀佛，请。好，来，你有了身孕啊，一定要注意一些才是啊。谢谢娘。大师，国后请你进宫说法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哇，最近真的很忙。为什么？因为目前真的很忙。不，我要国主亲自过来请我。请你？还没怎么样呢，先拽起来了。不管是1个铁钱对1个丝钱，或是3个铁钱对1个工钱，先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把所有的铜钱搜购一空就对了。国主，铁钱的政策失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快说。韩大人他设定的1铁钱换1丝钱，3铁钱换1工钱的比例，市场上铜钱严重缺货，已经喊到10个铁钱换1个铜钱了。国主，您先前制定的新6旧4的政策，也因为缺乏铜钱而呈现物价不稳状态。国主，臣担心会引发暴乱呐。那韩熙载怎么说呢？他几天没上朝了，朕正要找他。国主，韩大人知道他的政策失败，躲在家里瞎鸡玩乐，避而不见。臣刚刚去他的官邸找他，可是被他的家丁给架了出来。岂有此理！厚德在，备轿。是。快，赶紧把这笔账给我算出来，待会儿我还等着用呢。是，赶紧啊！哎，你们弄得怎么样了？快！还有这本呢。好嘞，快点啊！快！国主驾到！臣韩熙载叩见国主。草民叩见国主。韩大人，你究竟在搞什么？国主，你眼前所见已代臣说明了一切。韩大人，你没有瞎鸡玩乐，为何请乐工奏乐，声飘屋外？又何以几日不上朝，不见客？你知道市面上铜钱短缺严重，你的新钱政策出问题了吗？国主。
臣不上朝也不见客，正在处理铜钱之事。为了不让外界起疑，臣请乐工奏乐不过是障眼法。国主，当新钱发行之后，臣就发现铜器与铜钱之间的价差漏洞，果然很快铜钱就大量减少。臣大胆臆测，那是有心人的炒作。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为了遏制这种不法的套利，臣一面规定铜器不准贵卖，一面私下贴钱给铜器商，并且规定铜器商千万不能贵卖铜材。而且臣派人去了5大洲，一面控制住铜器的价格，一面注意铜钱的稳定。国主，请您放心，臣有办法打败不孝的投机者。原来如此，韩大人，这得花多少本钱啊？那要看对方下了多少成本。国主，请您放心，臣有信心打赢这一仗。那就好。卖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不可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铜材市场又跌了。这下完了，买贵了几倍的铜钱，卖不出去了。哎，大人，里边请。大人，赵大人到，快请。请。啊，光义啊，江正的钱什么时候到啊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！哼，那石守信那边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先拖他一阵子吧。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万一还是输呢？看来只有釜底抽薪了。让皇上一次拿回钱权兵，这才是一劳永逸。哎呀，但是狡兔死，走狗烹的事情，皇上是从来不愿意做的呀。可是朝廷缺钱，皇上用兵，这些事又不能不解决。看来也不得不如此了。臣弟参见皇上。朕今天安排了10位将军入宫验射，朕要趁此机会拿回朝廷的税收之权。皇上，您终于决定了。皇上，那兵权呢？皇上，不要急，一样的来嘛。皇上，毕其功于1役，这可是机会啊！这些事，朝廷是非做不可了，但他们都是我几十年同甘共苦的兄弟，我怎么忍心？皇上，要不然，臣弟带一队弓箭手暗中跟去。他们都是辅佐朕有功的同袍兄弟。可是，启禀皇上，石守信、韩重晕、高怀德等10位参加验射的将军已经到了。皇上，备弓马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将平身。谢皇上。今日朕邀各位入宫验射，特赐卿等每人骏马1匹，良弓1张，请各位先检查检查良弓是否合用啊。嘿，不错，好弓啊，好弓，好弓，好。好，跟朕出城吧。皇上，请带禁卫军同行，以保卫您的安全。哎，不用了，
这是朕和诸位兄弟的宴射之乐，其他人该来做什么？不用了，就我们几个就行了。张德军在，你领几个内侍带些吃的喝的，从西顾子门追来。是，皇上，皇上。看看我大宋的江山，多么的壮阔秀丽啊！是啊，处处是好山好水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皇上，这是上天对我朝的厚爱呀！是啊！这么好的风景，过去末将总是快马呼啸而过，今后我也得学学各位，用心的欣赏欣赏。是啊！过去我等只在意如何将地形用在战事。不像今日随皇上这么轻松自在啊！是啊，末将也要开始学习如何的风雅了。这样的好山好水，绝不能任他再受战争的荼毒，绝不可以。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，对朕功高恩大，情真意深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他们对朕的赤胆忠心，可照日月。黄山上的迎客松啊，是吗？迎客松啊！来，喝酒啊！来，快点到上！是啊，兄弟，好长时间没喝酒了，一定要好好喝这一顿。来，诸位兄弟，请。好。斗转星移，人会随着环境、地位、权势的变化而改变。当初朕不也是周世宗的手足兄弟吗？对周氏不也是一心一意、忠心耿耿吗？然而形势所迫，朕不也不自觉地把大周江山翻了个身吗？诸将一旦大权在握，等机会来了，难保不会有这一日。皇上，毕其功于一役，这是个机会啊！朕不能再顾虑重重，犹豫不决了。老兄弟们，对不住了。但愿你们能理解朕的一片苦心和无奈。诸位兄弟，皇上，干一杯！诸位兄弟，请把朕赐给你们的弓，还有剑拿出来，把马备好。皇上，这酒还没喝到火候呢，还未到校射的时候吧？此地远离皇城，没有外人，只有朕与诸位兄弟们。你们谁要是想当皇帝的话，只要剑上弦，刀出鞘，朝朕的胸口射，易如反掌。皇上是否听到什么传言？如果有人胆敢谋反，臣等一定将他剁成肉酱。是皇上，臣一定将他剁成肉酱。臣誓死效忠皇上。臣誓死效忠皇上。
莫非皇上为了我催讨那10万民银子发火？我是不是该……兵骄则逐将，帅强则叛上。这是5代以来的恶习，诸位久在军中，当能体会。朕对诸位以诚相待，信之不疑，又赐以高官，委以重权。尔等切勿辜负了朕的一番苦心呐！是，臣等牢记在心。朕刚才的言辞有些过激，一方面，或许是朕刚才多喝了几杯；另一方面，是最近朝廷的财政实在是困难。朕这个皇帝做得很辛苦啊。朕和各位都是好兄弟，有些话思忖再三。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口啊！皇上，臣惭愧。数月前，皇上要赵普跟臣借的10万民，臣不想拿回去了。臣愿意把它呈现给朝廷。你们俩干的好事！你是怎么说的？要强干弱枝，钱权兵役一起拿回朝廷。还有你说要毕其功于一役，钱权兵一次解决，借了钱都不让朕知道，10万民呢！哼！就为了这10万民，朕的嘴巴被你们封住了，朕想要说的话全被你们逼到肚子里去了。请皇上息怒，都是臣的错。现在可好了，江南的财政被你们搞得一团乱，连自己都陷入了泥沼里，简直是害人害己。哼！朕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唐国国库比我们有钱，真要认真起来，咱们就得血本无归。是皇上，这事让您说重了。你们，朕都懒得骂你们了。朕想象中厉害，有厉害的多呀。照理说，唐国铜的产量不多，只要江正稳住，给他时间，他应该不至于赔钱。只是他能稳住多久？如果朝廷没有钱给他做后盾，真要他撑下去，只怕江正到时候输得更惨呢。哎，这铜钱都涨到1比10了，铜器还不涨啊？是啊。哎呦，嘿嘿，那我们就反手卖铜钱。哎，走，回家。是。不对，这笔账不对，再去算算啊。是。大人。好，各地传来的都是好消息，铜器的价格下来了，铜商再也不敢高价购进铜材了。大人，可是咱们已经没有钱往里贴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去见国主，请国主拨款给我们应急。是。国主，这是最后阶段了。炒作人不耐成本久困，定想办法释出脱手。只要他们一脱手，铜价自然会下跌。所以臣请国主拨专款救急。说的有理，可以，朕同意，会立即叫户部拨款。谢国主。那老臣先回去坐镇，等钱下来以后，请国主专人通知臣，臣也好运作。臣告退。
韩大人，请。臣户部尚书徐游参见国主。徐大人，立刻拨10万民给韩熙载。启禀国主，现在外面私铸铁钱严重，铜钱大量短缺，市面上铜钱与铁钱之比已经喊到1比12了。如再拨10万民铜钱出去，也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国主，这笔款不能拨呀。1比12。刚才韩熙载说，那是有心人在刻意炒作套利。只要朝廷能够支持他，这一关很快就过去。国主，据臣所知，韩大人已经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入了，他不奋力一搏就血本无归，他连自己的钱都保不住。国主，您还能相信他吗？国主，韩大人现在输的可是个，可是臣掌管的是朝廷财政，不能让韩大人把国库全部输掉吧？可是韩大人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朝廷的政策，朕怎么不支持他？国主，臣不怀疑韩大人为维护朝廷所倾注的心力，但是他的心力用得过火了。国主，要不把相爷、陈乔还有韩王他们一起招进来商议商议？国主，市面上铜钱和铁钱的兑换已经喊到1比15了。这听起来像个无底洞。国主，如果把10万民拨给韩大人，韩大人会不会再追加？会不会无止境？臣弟担心朝廷的财政会被拖垮呀。是啊，韩熙载向来放荡不羁，他的话怎么能信呢？对呀，他花钱如流水，他是不是拿朝廷的钱补他的窟窿啊？相爷，你是3朝老臣，又是朕的姑父，你最清楚朝廷最近几年财政的衰败，需要整顿。你说，朕到底该不该拨款？老臣反对，国库收入年年递减，开支年年增加，朝廷不能再浪费了。1比15，这怎么叫怎么拉也拉不上去呀！哎呀，怎么我们一出手，价钱就往下掉？奇怪。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？皇上，皇上，小的搞砸了，小的领罪。起来吧。要不是给你这么大一笔钱，或许你已经获利了结了吧？给你大钱，你反而玩不起。你是被自己给套住了，你拉得越高就套得越深，根本就是你自己的左手在跟自己右手玩，把人家都当傻瓜了。你们现在知道到底谁傻了吧？想不到吧？就连夜跟朕好好商议对策吧。是。国主，
市面上铜钱和铁钱的兑换已经喊到1:15了。国主，这是最后的阶段了。炒作人不耐成本久困，必然会想办法释出脱手啊。臣弟担心，朝廷的财政会被拖垮。再拨10万民铜钱出去，也只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啊。这可是最后阶段。国主，韩大人派人来问，朝廷什么时候才会拨款？就这么办。江南百姓如果受苦，朕也只有日后再弥补他们了。是。哎，韩大人，其实国主是支持您的，只是陈大人和徐大人他们都反对，国主他也是迫不得已啊。徐有这个老夫子永远看我的不顺眼。十足的传统，全部用铜钱付款，不管你有多少稻米、蔬素、杂粮，我全买了。怎么算？外面已经喊到1:15了，我1:10给你算，你得给我打个折扣。好，一句话。有多少货？我认识所有金陵的大盘商。好，全部。来，干什么，老板？刚刚才20文嘛。哎呀，我也没有办法，现在叫不到货，大家都涨价了，不买了，抢钱呢这是。哎，不买，我买。小二，拿2斗米。啊，这么一会儿涨到40文了。国主，市面上粮食短缺，物价一日3涨，人心惶惶，外面正蔓延着一股不安的气氛。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这一切啊，都与铁钱有关。国主，先皇在世的时候，也不敢随便更改货币政策呀。国主应立即恢复旧制，以安定民心呐。相爷，古今很多时期都出现过用铁铸钱的例子，远的有东汉光武帝、南朝梁武帝，现代也有南汉以铅钱为通用货币。钱塘还使用过飞钱，那是一张纸，凭证取钱，可见币财不是问题，更不是货币革新的问题。大人，请。启禀国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外面现在即使使用铜钱买东西也买不到了，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性，在疯狂的抢购，乱成一团了。朕亲自去看。国主，娘娘生了！娘娘生了啊！母子平安吗？平安！娘娘又添了一位小皇子啊！恭喜国主！平安就好。跟朕走。哎，是。国主，哎。国主，您看见了吗？金陵怎么会变成这等光景？过去很多帝王使用铁钱，何以最后都无法长期推行？究其原因，除了百姓对于铜贵铁贱的价值认定外，更在于朝廷无法有效遏制民间私铸。只要朝廷一天无法消弭私铸，币财革新就会永远造成钱币市场的混乱。如今市场供需失衡，就是百姓对新钱没有信心所致。所以臣请国主恢复旧制。朕铸铁钱，正是为了金融的长期稳定啊。
国主仁慈啊，何忍看到百姓受此煎熬？国主，社会动荡如此，臣深感不安，臣愿自请处分。但货币改革的政策并没有错，市场供需失衡，只要国库拨款稳定货币市场，提供充裕的粮食，物价自然会下跌，这是治本之道。请国主坚持到底，定能度过这次危机。韩大人，商家惜售，人民买不到食物，朝廷不种植不织布，如何提供充足的食物来解决这燃眉之急呢？我们可以向他国调粮，或请求大宋宗主国援助。国主，臣估算过了，今年的粮食收成与往年无异。如果市场缺粮，一定是有人囤积，企图谋取暴利。只要朝廷严惩囤积者，就能解决问题。向他国调粮，请求大宋援助，那不正好给宋国趁虚而入、有南迁的借口了吗？薛后，你这是在制造恐慌。韩大人，您以为宋国的赵皇帝没有此野心吗？韩熙载，你不要成为大唐的罪人。启禀国主，臣弟认为，徐大人或许危言耸听，但北朝宋国蠢蠢欲动，我等的确也不能不顾虑。没错，国主，韩大人强硬推动铸铁钱政策，未能对症下药，反而恶化了危机。臣请国主治韩大人乱政之罪，否则朝廷恐将受韩大人的刚愎拖累而一发不可收拾。韩大人的铸铁钱的政策，并非毫无价值，他也是经过朕的同意才推行的。如果真要治罪，朕要先下诏罪己。国主，臣无状，臣罪该万死。政令的推行难免会有瑕疵，总需要一段时间，才会见到它的效果。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依然挚爱难行，要朕收回成命，也并非不可。是，国主圣明。如果政策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，臣弟也恳请国主改回旧制，收回成命。过去的都算了，今天我们就对铸铁钱政策，大家一次表明意见吧。臣请国主改回旧制。臣坚决要求国主改回旧制。臣请国主改回旧制。请国主改回旧制。请国主定夺。那就恢复旧制吧。乖啊，乖啊，哦，真漂亮，跟你一样。我觉得像你。如果时光能够停止在这一刻，该有多好啊！抱着心爱的人，什么烦恼都不要去想，生活中就只剩下你和我二人，还有我们的儿子。不要有那么多烦恼，生活简单就好。明明觉得那是一个好的政策，却推行不动。国主，朝廷积弱太久，每个人都知道要改变，要革新，可却都不敢跨出这一步。这倒让臣妾想起了一个绵羊过河吃草的故事。你说吧。
有一个牧羊人，眼见山上的草已经不够他的羊群吃了，可是河的对岸却长着肥沃的青草。牧羊人知道，只有过河，他的绵羊才能吃得饱。可是这群绵羊却怕弄湿了他们的羊毛，而拒绝过河。绵羊无知，但是牧羊人的心里清楚啊，只有吃饱了，他的绵羊才能长出更多、更漂亮的羊毛来。可是牧羊人拉不动这群羊啊。国主，臣妾现在遇到了比你更糟的事情了。你也有烦恼啊？说说吧。牧羊人拉不动这群羊，但是为了羊群好，他就应该想办法让羊群过河。可是我发现，我的牧羊人却放弃了坚持下去的意志了。你说糟不糟？你真会说，说得好。